哇！今日係上城會所第一次舉行陀螺之星大作戰嘅日子啊！好歡迎咁多位小朋友同家長熱烈捧場，等我同大家分享下遊戲有幾咁刺激，贏咗有獎牌啊！我哋即刻睇下小朋友玩得幾緊張。晒得獎小朋友，2026年度陀螺之星大作